自2026年8月初6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受苦的特权与恩典。圣经，咱做伙来听读《腓立比书》第1章27节到30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《腓立比书》第1章。无论安怎，恁的言行举止着符合基督的福音。安尼，无论我会当过去甲恁相见也袂，拢会当听着恁的代志，知恁拢用上一个心志，徛在同心做伙，为着所信的福音拍拼。无论做甚物，毋免惊反对者的威胁，安尼通证明因会失败，恁会得胜。这个得胜是对上帝来的。因为上帝毋但有赐恁特别的恩惠来信基督，嘛互恁为着基督受苦，来参与上款的征战。这征战恁有看到我安怎战，现在阁听见我要得战。受苦的特权与恩典。有一日，阮查某囝面粒粒甲我讲，伊拄咧做学习日程报告，已经做真侪日，却一直无法度完成。我身为老爸，对我来讲，上简单的方式就是带伊做伙做，但是我无安尼做，反倒是鼓励伊搁再努力。经过一日日的辛苦，伊落尾完成报告，欢头喜面提交出去。查某囝完成报告了后，甲我分享心得。伊清楚表明，过程中虽然真痛苦，结果却是充满欢喜，因为伊竟然会当顺利完成。真少人爱受苦，也是遭遇困境。但是袂当否认的，经历痛苦会当帮助人生生命得到成长。神学家卡尔巴特认为，上帝恩典并毋是直接显露，是透过伊对人类的罪恶、骄傲甲掠家己做得的审判来实现。上帝的审判显明人的软弱。但是上帝疼世间人，透过耶稣伫十字架顶的受难，开辟一条救赎之路。基督信仰的吊诡之处在于，恩典是对苦难中出发，只有经历过十字架的死亡，才通迎来搁活的生命。苦难本身看起来差不多是咒诅甲审判。但是，当上帝恩典介入，苦难却会当成做祝福和救赎。保罗伫监狱内受苦，对一般人来讲确实是咒诅，但是对保罗来讲，伊认为家己的受苦反倒帮助福音的进展。保罗并无否认伊咧受苦难，但是伊搁较清楚。家己是关家为着基督的缘故。换句话讲，甲基督同受苦，是伊宣扬福音的结果。毋单单是安尼，其他信徒反倒因着保罗的坐监，对主搁较有信心，搁较勇敢，拢无畏惧传扬上帝的信息。所以，保罗邀请腓立比的信徒同心协力，为福音的信仰征战，鼓励因莫因为别人的反对就退休，反倒当爱勇敢，落尾一定会得救。最后，保罗强调，因会当侍奉基督是得到特权。特权伫原文的意思是恩典，也就是信徒因为上帝恩典，才得以侍奉基督。这恩典是来自基督的受苦，
因为安尼跟对伊诶人也要为伊受苦。面对苦难，人诶本能往往是逃避，但是拄亲像囡仔伫艰难辛苦了后，品尝着甘甜，上帝恩典也常常蕴藏伫十字架诶阴影下面。当人受苦诶时，并毋是上帝无伫咧，是伊透过受苦，互人持续领受恩典，用这侍奉基督，见证上帝诶名。因为安尼为基督受苦，是基督徒诶特权，也是咱诶恩典。愿咱每一遍为着福音受苦，会当常时互其他信徒对主更较有信心，更较勇敢，毫无畏惧，传讲上帝诶信息。默想，我捌伫受苦中感受到上帝恩典无？安尼诶经验，是毋是互我对主更较有信心，也更较勇敢，用生命宣扬上帝诶名？我捌伫受苦中感受到上帝恩典无？安尼诶经验，是毋是互我对主更较有信心，也更较勇敢，用生命宣扬上帝诶名？咱来祈祷。亲爱的上帝，我总是期待顺境，佮认为这才是你的祝福。现在我知影，伫受苦中也当体会你的恩典。愿你赐我信心与勇气，互我会当面对逆境，也会当持续蒙恩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